嗨，大家好，我係龍老師，歡迎收睇龍老師教室。今日我哋一齊嚟睇實用文寫作秘笈 Round Two，所講嘅就係內容發展啦。Round One 裏邊，我哋介紹咗一啲書信嘅格式，以及點樣寫引入同埋尾段。記得收睇翻實用文寫作秘笈 Round One。好，事不宜遲，我哋嚟講下內容發展係整個實用文部分裏邊得分最多嘅地方嚟嘅。究竟考卷要你解釋啲乜嘢呢？首先，我哋要喺整合嘅內容裏邊揾出相關嘅資料，然後配合你嘅任務，表達你個人嘅意見。最大嘅挑戰就係以有限嘅字數爭取最大嘅成效。我哋繼續用翻2024年 DSE 嘅題目，喺題目裏邊，我哋其實係可以將佢劃分為一啲基本信息同埋內容以及格式三個部分。我哋今日所講到嘅內容，其實就係根據題目有一個任務俾你，就以呢條題目為例，你喺群組裏邊收集咗同學嘅意見，作為小組學生代表嘅你，就要去回應翻呢啲同學，解釋翻整個計劃點樣幫助學生成長。其實閱讀材料裏邊有更加清晰嘅部分，你喺9月15號前出版嘅通訊裏邊咧，要回應大家。當你寫日記嘅時候咧，喺呢度就得到一個規限嘅資料啦。咁你要回應佢哋嘅時候，當然亦都要知道佢哋講咗啲乜啦。所以咧，你就要針對同學嘅意見喺資料2裏邊揾到，最終你要解釋成個活動點樣幫助學生成長，希望鼓勵同學繼續參與呢個活動。而中間我哋就呼應個計劃裏邊個目的同埋內容咧，作出一啲例子去幫助我哋咧去游說同學仔啦。好，第一個部分針對同學嘅意見，我哋喺閱讀材料2裏邊咧就好明顯睇到，你見到龍老師都係 highlight 咗呢一啲嘅素材，所以記住喺考試嘅時候咧都要圈劃出嚟咯。咁你能夠掌握到重點，而唔好直接全部抄晒，因為字數有限。咁我哋簡化咗之後咧，你會睇到就係主要嚟講有2個批評。第一個批評就係話，因為要強制佢哋去活動啦，而又佔用咗佢哋嘅應試時間喎。咁由於又要清潔又要栽種，咁所以咧佢哋覺得好勞累啊。於是你就要針對呢2個部分作出一啲回應啦。喺你嘅回應裏邊，你可以表達你係贊成或者表達你嘅體諒。我明白大家嘅憂慮，我冇贊成亦都冇反對，我明啫，只係又或者你可以講表面上係好勞累，但係實質係點嘅呢？係嘛？確實係需時嘅，但係唔可以唔否認喎，佢有價值嘅。確實係需時，但係只佔咗好少時間啫咁樣，然後跟住繼續發揮落去，呢啲都係一啲回應轉折位啦。接住落嚟，龍老師就教你點樣喺資料裏邊揾出呢啲合用嘅例子，同埋點樣構思。喺資料之中，我哋揾到美化校園計劃嘅名稱，你可以從佢嘅名稱裏邊咧去作出一啲嘅解釋。潔淨環境、花香4日，呢啲都可以用到喺你嘅內容發展裏邊。至於個計劃嘅目的，讓同學得到更全面嘅發展。乜嘢叫做更全面嘅發展呢？咁我哋可以聯想到德智體群美，係嘛？裏邊當中3個角度都可以用啊，包括咗品德啦。例如話你參與呢個活動喺品德上邊係可以提升咗我哋一啲精神嘅層次，點樣可以為己為人，呢啲都同品德有關嘅。咁至於體能上邊，佢哋做一啲打掃都係對於佢哋嘅體能有啲嘅鍛煉啊。咁至於群育咧，就更加容易講啦，合作精神。除此之外，喺資料2裏邊，亦都有同學讚賞呢一個計劃係提供咗多元學習嘅機會。好明顯，考評局出呢條題目嘅時候，呢個就係佢幫我哋去思考嘅一個角度嚟嘅。乜嘢叫做多元學習呢？學習其實真係唔限於我哋學術同埋課堂㗎，係嘛？亦都包含喺我哋生活之中各種嘅經驗。咁呢啲角度就非常之好講啦。好，我哋一齊嚟試下啦。咁我哋首先加咗個標示
語先啦，跟住就係簡略回應咗同學嘅意見，反映要強制參與，佔用咗佢哋應試時間之後就寫你自己嘅意見咯。我明白大家的憂慮，表達一種親切嘅理解。接住落嚟，我哋就用計劃嚟做例子啦。例如栽種訓練，的而且確佢係好需要時間，但係唔可以否認呢個亦都係一個另類學習嘅寶貴機會。我哋就要解釋下啦。我哋會接受專業園藝師嘅指導，學習如何栽種同埋照顧植物，美化校園。呢個呢，其實我哋就加入咗計劃內容嘅細項啦。記住呢個都好重要㗎，因為呢，我哋唔用呢啲做例子嘅話呢，淨係得個名係唔可以嘅，一定要加入嗰個活動裏邊嘅一啲內容資料，用佢嚟說明點樣可以幫助學生成長。我哋可以咁寫，我哋既可學習園藝技能啦，亦都可以體驗付出所帶嚟嘅成果，親身領會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跟住我哋亦都可以加上其他同學嘅意見啦。正如同學所說，多元學習不只限於課本，亦都包含咗喺我哋生活之中各種嘅經驗。去到結尾嘅時候，我哋可以用一啲假設嘅句式，增加咗行文修飾。試想像，當你親手栽種嘅花兒喺校園裏邊綻放，大家定能夠喺芬芳嘅校園中舒展身心。其實呢個概念就係嚟自花香4日啦，放鬆我哋緊繃嘅學習心情，滿足感難以言喻。好，呢個就係第一段嘅示範，大致上用咗216個字。嚟到第二段嘅內容發展，我哋繼續用標示語其次，亦都簡略咁樣回應咗同學嘅意見。有同學認為活動要大家不停勞動，很累。首先我哋作出一啲回應先。其實計劃已有妥善安排，以清潔校園為例，同學只係分組輪流清潔課室、小食部、操場。我哋加入咗呢一個嘅活動嘅一啲細緻嘅內容，而佢所佔嘅時間同埋勞動量不多。不過寫到嚟呢度都仲未講點樣幫佢哋成長，所以接住落嚟最重要嘅都係講出個活動點樣幫助我哋同其他人嘅溝通。活動讓我哋有機會同組裏邊嘅人合作，提升咗團隊精神。大家一齊商量點樣分配，點樣協作，對自己、對他人、對環境多了一份尊重同埋責任感。而喺全人發展之中，群育同埋品德對我哋未來嘅發展有長遠嘅裨益。呢度就解釋咗全面發展對我哋成長嘅好處。到最後嘅結尾句，我哋可以用反問句。其實校園係我哋共同生活同埋學習嘅空間，一點嘅辛勞換一個清潔嘅環境，豈不是更有利於我們學習嗎？利己利人，何樂而不為？連續用咗2句嘅反問句，增加我哋嘅氣勢。整個段落我係用咗220字，整編出嚟嘅效果就會更加完整。龍老師先為你小結一下內容發展個框架，包括咗第一個部分論點，你可能要回應同學嘅問題，或者你配對一啲資料嚟解釋。接住落嚟，你就要解釋一下你嘅睇法。記住舉例啊，特別係要緊扣活動嘅例子裏邊嘅一啲細項，利用嗰啲例子去做一啲解釋，尤其是係例子同你嘅睇法嘅關係。而呢個呢，就係重點嘅得分位啦。最後尾小結句可以多啲用反問句，喺當中記住多啲用一啲連接詞。如果有文化亮點嘅話，亦都可以加入。用翻頭先我個例子，例如頭嗰2句簡單嘅引入，接住落嚟講明你自己嘅睇法，接住你就要舉一啲例子啦。而最重要呢，嗰個得分位呢，就係解釋你嘅例子同論點之間嘅關係。咁去到最尾嘅小結啦，呢度希望能夠幫助大家了解內容發展裏邊呢嘅一個框架結構。呢個係龍老師對字數嘅建議。文章嘅題目裏邊提到以550字為標準，不過其實我哋都可以有少少嘅走盞空間嘅。直至到而家嘅評分標準都係以呢2頁嘅答題紙為界線，寫喺邊界出邊嘅文字係唔會評閱，即係話你寫多咗佢都唔會改你啦。而超過600字以上嘅亦都唔會俾分，甚至都會限制咗你嘅品第。不過喺550字至到600字之間，其實都有少少走盞嘅位置。當然我哋唔可以咁誇張啦。龍老師曾經提過，
我哋寫呢啲實用文考核嘅文章，我哋盡量用欖核型嘅形式，即是頭尾都係少嘅字數。約莫咧引入我哋就喺4行以內，而內容發展咧就約莫10至到11行。去到尾段，我哋盡量簡單嘅作結。大致上，我哋都唔會花時間去逐個數自己嘅字數。約莫嚟講，你見到紅線嘅位置就係第2頁嘅中間多啲啲。咁就差唔多係你嘅字數啦。不過記住執生啊，當你引入寫多咗嘅時候，其他嘅地方可能就要少翻1、2行啦。喺呢度嚟講，我係未計格式嘅，因為格式裏邊嘅字數其實都有限。希望呢個字數建議幫到你。一圖睇晒懶人包，哇！呢個非常之有用同精彩啊！呢個就係龍老師實用文嘅攻略啦。首先，第1行，諗一諗，需唔需要有稱謂？如果係書信、演講詞嘅話，都有稱謂㗎。有時係其他實用文，例如評論、投稿、文章呢啲咧，就冇稱呼啦，就可能得返個標題。咁呢個就視乎不同嘅實用文有不同第1行嘅格式處理。接住落嚟頭嗰4行咧，就做一個第1段嘅引入，包括咗可能有冇需要問候語啦，特別係演講詞啊，可能你要講聲大家好係嘛，而當中啲基本信息係好重要嘅，因為嗰個係一個容易攞嘅2分，咁千祈唔好抄錯啲名稱啦。咁而另外亦都交代你自己嘅動機。大概呢個4行完成。至於第1段同埋第2段嘅內容發展，大致上係加一啲標示語，首先其次，交代咗你自己嘅論點，然後解釋你嘅睇法。接住落嚟，講透活動嘅內容細項，成為一啲嘅例子，然後跟住解釋例子同你論點之間嘅關係。呢個係非常重要，特別係得分位嚟嘅，因此喺呢個部分要寫得最詳細。最後尾小結句可以用一啲反問句，多用一啲連接詞啊。又或者如果有文化亮點，亦都可以擺埋落去啦。大致上建議係10至到11行，去到最尾嘅尾段嘅時候，由於字數有限，我哋只可以規範自己喺2行裏邊完成，包括咗你可以寫最後啦，呢個標示語啦，然後加埋你自己一個小嘅總結。如果有一啲基本信息，題目有時要求你喺尾段或者開頭嗰段裏邊呢，一啲多謝啊、鼓勵啊等等嗰啲呢，你就要擺埋落去咯噃。去到最尾，究竟佢又仲有冇其他嘅格式呢？使唔使寫祝頌語啊、日期啊？有冇下款啊、身份啊、姓名啊等等？呢啲都需要你溫習多啲不同類型嘅實用文。紅線嘅部分就係提醒你，大致上內容可以寫到第2頁嘅一半多啲。但係至於當中，龍老師建議嘅行數其實係一個參考。當你引入寫多咗1行嘅時候咧，你個內容可能就要偷翻少少個行數出嚟啦。總之記住自己執生啦。希望你喜歡龍老師嘅介紹，我覺得我都講得好好㗎。記得點讚、訂閱同埋推介。拜拜。